各位家長早晨啦，加州天地幼稚園嘅校監啦、校長、老師團隊，各位家長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晨。多謝大家嚟到和富慈善基金嚟中嘅小學啦。咁我係潘嘉純校長，每一個月都會有一個書品格親子活動。咁多謝大家一直都好重視幼兒同埋全人發展啦。咁亦都好多謝你哋抽時間，亦都花心思去準備一個咁精彩嘅活動。跟住咧，佢咧就望下左邊，望下右邊，有諗下先。喺呢個時候，音樂突然之間就有啲狼入嚟，打開呢條狼咧就喺度 check 緊啲羊仔邊一隻可以做佢哋嘅早餐，而唔好做錯嘢，係咪好驚啊？佢承認自己做錯係咪啊？但係咧，如果咧你呃屋企人